好，来继续来看警察专科学校竞专75岁了。蔡总统早起专工去参加着竞专75周年的校庆，颁奖表扬杰出的校友。总统蔡英文出席台湾警专学校校庆75周年，竞专是配合咱国警察、消防、海巡的要求。蔡英文鼓励这同学，打击不法以外，嘛要保护家己。把训练变成本能，这样才能够在面对问题时临危不乱，在守护国人的同时，也保护自己。最近这几年，原境发生真侪意外，尤其是进前才发生的铁路警察李成汉为了保护人客不幸往生的悲剧。尤其警消、海巡的工作又搁高风险，搁会对着中国船的抢渡。讲到这迄一天，马祖南竿搁出现中国抽沙船超过界线的抽沙，互咱的舰艇赶走。今年6月，我们的4000吨级的巡防舰、嘉义舰已经命名下水，未来会有更多新的海巡舰艇加入服役。总统蔡英文嘛特别伫致辞后颁发杰出的校友奖，其中一个就是海巡出身的，未来唔但强化警察、消防甲海防机关的科技运用，嘛伫执法方面，给社会安定的力量。